再来看国防部长邱国正伫国安局食头路的后生传出开查某的丑闻。部长早起伫立法院嘛向社会大众回释咧，强调讲伊会专心伫公务，也毋过嘛讲到后甜，目眶嘛红红。邱国正嘛讲哦，伊袂帮后生拍火。立委嘛真关心讲，因规家伙仔伫营区迄个相片，哪会出现伫媒体顶头？首先我对各位感到很抱歉啊，就是儿子的事情啊。造成他那么多纷扰。近日伫国安局后生互人野草讨回台，严重影响国军形象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测意第一摆公开出来，一开喙就先向社会大众回释咧，讲到这代志已经立案调查。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伊向蔡总统请辞，暗过被遗留。邱国正强调，伫公务方面未分心，暗过讲到后生邱国正目眶红，情绪后甜。他点了火，他一定要承受。但我跟各位报告，家人也会做他的支柱，因为毕竟他是我的孩子，这我们要承担。伊强调，亲人会作为后生支条，暗过立委也关心邱国正伫营区的全家福的相片，勘察国安是安怎被流出去？国军治安保防是不是出现漏洞？当然，那天我也疏忽啊，到因为家人那孩子刚生没多久，大家看一看。怎么样拍，怎么样流出去，这也是在这个立案调查当中的一环。另外，中国无人机创制金门二大岛营区顶悬翕官兵的活动，暗过军方部回应是无人机伫一头激光，官兵无法度马上看到，引起争议。邱国正表示无法度认同这个讲法，承认是国军训练不够。我们定出一个很明确的方法。对，所以这我也彻底检讨。严格讲起来，就是训练不足。训练不足，对，我们会去强化。另外，曾总统也强调，初二要甲萧炳琴去国防部，国防部比较兵马带交接政权的方式，向赖清德进行机密干部。邱国正表示，会针对国军目前的状况，甲未来规划来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